聖週星期五，點解耶穌一定要死呢？當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嘅時候，嗰啲睇住佢被釘嘅人，冇因為佢嘅遭遇而同情佢，反而嘲笑佢，叫佢從十字架上落嚟。有一點，呢啲嘲笑佢嘅人係講得啱嘅，就係佢哋譏笑耶穌咁話，佢救咗別人，但係救唔到自己。但係呢，正正係耶穌留喺十字架上嘅原因。佢冇喺十字架上落嚟，佢本來可以拯救自己嘅，但係如果佢真係拯救自己，免受釘十字架嘅痛苦，佢就救唔到我哋咯，使我哋得唔到救贖。所以為救贖我哋，佢就必須要犧牲自己，為我哋免於因犯罪而嚟嘅天主嘅懲罰，耶穌必須留喺十字架上，並且代替我哋接受因罪而帶嚟嘅罪罰。有一個故事講，有一家人因為大水災被困喺屋頂上邊，去等候救援。有一個撐住隻船仔駛到呢一家人嗰度，但呢隻船唔能夠容納佢全家人，要留低一個。如果唔係呢，成家人上晒船呢，嗰隻船就會沉落。個爸爸好果斷咁對拯救佢嘅人咁話：你救我嘅家人啦，留低我喺呢度啦。佢拯救咗別人，佢救唔到自己咯。亦都有一個故事講，有關一隻母雞，佢坐喺一堆乾草嘅雀巢嗰度，佢淨係用佢一雙好大嘅翅膀去保護住10隻雞仔。有一日，呢堆乾草突然間燒着咗，母雞嘅四周都被大火包圍住。本能上，母雞可以自己飛走保命，但係呢啲雞仔呢，必死無疑啊！所以為咗保護雞仔，母雞留喺雀巢當中，繼續保護佢嘅雞仔。結果母雞嘅羽毛全部燒到焦晒，母雞死咗咯。但係留低嘅喺佢雙翼下邊嘅雞仔呢，就安然無恙。母雞拯救咗啲雞仔，所以佢唔能夠救到自己。聖經記載，耶穌基督為拯救我哋而犧牲自己，所以嗰啲耶穌嘅敵人真係講咗一個千真萬確嘅事實，就係佢救咗別人，佢救唔到自己。耶穌話過，最偉大嘅愛，冇大得過為別人而死。耶穌做到咗啦，我哋呢，希望天主俾力量我哋
都能夠做到，都能夠表達到最偉大嘅愛。